無論想喺澳門飲茶，定係想嘆粵菜，我諗澳門都冇地方會有呢度咁獨一無二嘅海景㗎啦。路環海天度假酒店嘅觀海軒，疫情後重新裝潢，由菜式至到環境都俾人耳目一新嘅風格。呢度嘅行政總廚仲為觀海軒帶嚟新元素添。即係我哋呢間餐廳係一個比較正統嘅粵菜餐廳，即係適宜好哋大多數澳門人嘅。但係我加入咗呢個路環酒店呢個中餐廳之後呢，因為我係本身潮州人，我雖然係廣東人，但係我祖籍係潮州人，所以我就帶來比較有傳統風味嘅潮州菜落去，帶來呢間餐廳，希望俾大家能夠體驗到不同嘅風味。分篇就試咗呢度嘅新菜式啦，除咗環境一流，的確係仲可以感受到正宗嘅粵菜風味，而當中潮汕菜呢，又係粵菜嘅分支，風格嘅融合令美味感受疊加。分篇最中意嘅就係呢個紅燒原蹄啦，新鮮嘅豬雜經90分鐘以上嘅秘製滷水香料燉煮，口感新鮮香滑，承載住潮汕菜肴嘅文化特色。沙茶牛肉炒青椒起源於印尼嘅沙茶醬呢，就加入潮汕風格改良，用唔同嘅乾貨同香料加入之後，醬汁口味獨特，師傅嘅秘製功夫可見一斑。另外分篇仲試咗好多其他嘅菜式，都十分值得推介嘅。如果你想揾一個環境優美又遠離煩囂嘅粵菜餐廳，觀海軒呢度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